啊，今年是暖冬，蚊仔提早来出现，是正经会来爆发着天狗热的疫情。但是有民众来发现讲，台南的安南区公所委外的喷药的人员，摕着喷枪咧喷药啊，哪像咧散步。这个正确的方式，敢是爱甲这个喷雾灌入去水沟啊底咧？民众质疑安尼乱喷，敢有效咧？区公所讲，安尼喷药啊，确实是无妥当，会要求改善。 民众用手机啊翕来，当咧进行天狗这喷药啊人员，沿路喷经过几啊水沟啊管，拢无认真向内面喷药啊。一路行，这喷枪搁一路海，民众质疑这是不是摕喷枪咧散步咧？因为其实伊同我行过，你无停来喷无，这无效果啊。甲正确方式来做比较，喷药的人员经过水沟向内面详细喷药啊，才会当杀死病媒网。 遭受投诉的安南区公所表示讲，这拢是违法发包，会要求包商马上改善。我们的人员啊有跟不上啊，就让他们有这样子草率的行为。那我们一定会要求啊这一间公司啊立即要重喷。那个连长就是跟他说，你就扫过去就好。 然后他赶快去接下去下一个连长在赶时间，所以得电影工听话照做啦。但是他没有落实讲楼灌高啊，这也是我们疏失啊。因为台南在104年天狗这疫情造成112个人死亡，因此今年特别提早喷药。只是民众担心，这喷药的人员素质无同，就惊天狗这风地有漏芳，希望主管机关会当做好把关。